台湾创社会总植村以一张南区里兰街旱象，因为老旧加上盐分影响，造成路面下陷，甚至时间过停大型吊车陷落等事故。台湾除了接触了解全市老旧旱象的危险路段、总体检的进度，嘛要求水利局公告给市民拢知影。结果水利局长回答，安平区竟然是上危险。你有见解了吗？哈，对。啊，还没有那个挹注经费改维修之前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哪一段真的很危险？可不可以有防患未然的机会，让我们知道这条路大车不能过，这条路行驶的时候要小心？还是我拄着的时候我落落去，我算我衰？阮即摆我跟交通局已经有联系了也决定就是说针对这个有危险性的。阮即摆拢有限重啦。你可不可以跟我讲哪几段有危险性？大部分拢安平区啦，安平区比较多。大部分都安平区嘛。我看到我们国平路、裕平路就在这附近，就很多弄足侪位啊，弄足侪所在弄安尼啊。是的。那这个详细的路段，如果议员需要，我可以再等一下再提供给议员。是。局长。是。你不是只有给我。详细的阶段，请你公告所有的市民知道。这个有啊，有公告啊。让他们知道经过这个路段请小心。让所有的大车知道，你不要行驶这段路段，有可能列车会落落去。这有公告。不是只有让我知道。这有公告。台湾点出里兰街老旧旱象已经成为无定时炸弹的危险，进一步嘛是要呼吁的设置大牌旱象顶面的大台南观光城，究竟贴也是唔贴？虽然市府已担市，结果技术工会专业鉴定有安全的顾虑，建议爱听图，不过摊商却强烈反对，嘛不满市府的安置，所以到底何去何从，要求市府表态。你讲有迄种魄力，亲像当时健康临时摊贩市场，迄种魄力用5档、10档卡咪好，希望能够一户一户、一区一区的慢慢拆。回复让观光城能够给附近居民一个有停车场，有一个休闲空间。你敢有法度忍耐迄种？你敢有法度承受迄种压力？家己做报告就是讲，阮是分阶段就是讲目前包括即马现有的摊商的安置，阮最近嘛有跟去邻近的所在来找看有适当的地点无。那你从那时候到现在有安置了几个摊位？即马目前。因目前也未去个所在佮家咧迄谈呢，下谈了会成功，肯定有法度。所以目前拢还未有进展嘛？目前就是讲为着安全的依理的部分，拢有去甲因合作，甲因检查啦。不管是老旧旱象的改建，还是延伸到旱象顶面的大台南观光城困境，如何兼顾市民安全甲摊商的权益，拢由台市府慎重处理。台南新闻，军籍林英根采访报道。